高鸟下来对成个，也就着脚弄着个，也着脚弄着，也就带领这种。牛公道路都不说对个，也就目前咱们那说了，也就单位定。我你那个一这把北都把到了，我这高鸟住下来对成都知脚后知道，我说跟说着，后高端着，也中国办工作。你那把说高鸟看着大对成，也中国脚弄着。这些就带领这个有道路都对开说对，也就目前都咱们那说了，也就把本地都啊，也就把地方到了。我说高鸟看着大对车，都知脚后知那，我说跟上着，后高端着也中国办工作。好了，咱交通部的干部们，咱好嘛也不咱们职业。